大家今日咧又到我哋晴晴小學堂啦！一講晴晴小學堂就估到係關於數學嘅嘢啦。今次加埋我心情嘅搞笑日常啊嘛。咁咧上一次咧見到上一次嘅合十哥咧，佢咧講到受到好多人嘅觀看次數喎。咁今一次咧我哋又係數學嘅，我哋今次咧就教乘數表。我哋咧就會講比較簡單嘅，一入門就通常就會學嘅，就係1、2、5同埋10。咁嘅話，我哋就開始啦。我哋首先一得一，二唔係一得一，1、2如2，1、3如3。1、4如4，1、5如5，1、6如6，1、7得7，1、8得8，1、9得9，1、10得10。小朋友，你哋有冇發現，逢親係1乘咗後面嗰個數，結果都係等於後面嗰個數喎？咁我哋而家嚟2嘅乘數表啦。2得2，2得4，2、3如6，2、4如8，2、5得10。10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10啦。2、6，1、12。2、7，1、14，2、8，1、16，2、9，1、18，2同埋10啦，就係20。咁之後我哋就會嚟5嘅乘法。5得5，5、2得10，5、3、15，5、4等於20，5、5、26，之後到邊咧？記唔記得咧？考下你先，就係到6，5、6中30，5、7、35。5、8就係40啦，5、9咧就係45，最後就係10，就係50啦。最尾10係最簡單嘅一個，因為我哋只需要記住10、20、30、40、50、60、70、80、90同埋100。點咧？就係快速背一次啦。10乘1等於10，10乘2等於20，10乘3等於30，10乘4等於40，10乘5等於50，10乘6等於60，10乘7等於70，10乘8等於80。10乘9等於90，10乘10就係100啦。今日我哋嘅心情搞笑日常就到呢度啦。就係咧，大家其實中意我係晴晴定係心我？多啲啦！如果中意我嘅話就訂閱，如果中意心嘅話咧就要俾 like。大家唔知你哋中意邊個呢？咁由你哋投票啦。如果兩樣都唔中意嘅話，咁你就麻煩去分享下你嗰個片啦。但係分享咗我哋嗰個片，分享俾另一個人啦。如果兩樣都唔中意嘅，咁我哋今次嘅片就到呢度啦。拜拜。